如果你架車剎車係有結結聲嘅話咧，咁你可以買呢支 WD-40 牌子嘅零部件清洗劑。OK， 咁佢係可以用嚟清潔剎車卡鉗啦、剎車片啦、剎車鼓啊咁樣。寫明咗啦，清除金屬零部件嘅油漬、積灰或者粉塵之類嗰啲，唔需要拆件嘅。後面都有寫㗎啦，齒輪曲軸剎車盤都可以用。我用過係 OK 嘅。咁我車本身都有結結聲嘅，咁而家嚟睇下。OK， 噴嘅時候好簡單，將呢支嘢對住佢。不過你留意一定要係凍車先好噴。咁你見到咧，其實咧好快咧，佢已經咧係乾翻㗎啦。OK， 佢極速乾嘅，你睇一次，噴完落去好快已經乾晒，就係咁樣。咁架車咧就唔有異響，因為呢支嘢咧係要噴完之後咧擺2至5分鐘嘅，咁所以等佢慢慢揮發晒就得㗎。你見到下面咧其實已經揮發得好快。